宗教领袖都来听国学了。中央统战部组织全国的佛教界的、宗教界的、佛教界领袖，你看都是西藏、甘肃、青海、四川的藏传佛教的主持方丈托尔巴是什么？佛教里面的博士，都在中央学习，然后学完以后到我们这里来学半个月，每一个班请我给他们讲课。马上有一个班来了，昨天通知我了，要我准备好课啊，刘院长要你继续给他们讲课啊。现在西藏跟四川几个大寺庙的方丈主持啊，请我们去讲，他要请我去给他讲《论语》，要把《论语》一章一章的讲，一句一句的讲。他要我一去，他一次要讲半个月，并且有一个寺庙啊，现在准备有办一个国学的，也办个国学院，还办一个孤儿学校啊。到时候我们这个学校开学的时候，我们通知各位有兴趣的大家，我们都去西藏一个很大很好的寺庙去学习，帮助他办特殊学校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你看家长啊，全国的家长很多啊，特别我们这一次来了几位优秀的家长，都来学国学啊，自己带头学国学。全球华人，你看中小学生来读经典。第一届我香港温主席、台湾、马来西亚啊，一些我们热爱传统文化的同志策划组织全球华人来读经典。第一届大会在香港，第二届大会北京八达岭长城，看到吧？八达岭长城后面是长城，扎这一个台子啊，要站1-2千人啊！你看，扎这个台子就花了15万啊。后面做背景，全球华人来读经典，并且我们在05年全球大会上，在八达岭长城发表了中华文化宣言，号召全球华人来读经典。第三届在台湾，我们台湾同胞在孙中山纪念馆门口，看了吧？这是台湾同胞发起倡议，要求在孔子诞辰这一天作为全球华人读经日，对我们台湾同胞发起，我们全球华人响应。今年9月28，大家记住了，9月28这一天，我们发起全球华人，我们各位老师在各地同时举行，到时候我们统一时间，好吧？来读经典，最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读经典，好吧？这个方案我们正在制定，好吧？第4届在深圳，你看，第5届去年在我们湖南后面是哪里啦？我们温主席很多同志参加的啊。岳麓书院门口，你看，岳麓书院门口，我们湖南省委、省人大、省政府、省政协4大家领导全部出席我们的大会。你看这些小朋友啊，读得非常好，是吧？读得非常好。我们这里也好几位，我们张雅琴同志、天津的张老师、张院长，多次来参加我们的啊，我们台湾同胞好多次参加的，是吧？我们在座的很多参加我们的历届的大会。今年第6届我们分了两个，第一个是论坛，经典教育论坛，10年经典教育论坛在香港已经开完了，3月3号，我们温主席2位温主席承办啊。
我们在座的很多老师，荷兰的李老师，李丽娜老师也去参加了，是吧？我们很多同志去香港参加了这大会。第6届全球诵读大会，我们现在正在筹办，筹办好以后，马上就会通知大家。希望我们大家来参加第6届诵读大会，现在我们正在筹办，这个地方呢，可能放到西北，现在今年有5个地方要争取办第6届诵读大会。这个通过诵读把学生促进学生读经典，促进老师来做好经典教育，来交流经典教育的经验，很有好处。还有得到政府更加重视我们经典教育，通过这样的活动你看中央电视台绝没有讲国学的了，讲经典了，是吧？好，第3向大家介绍全国教育系统掀起经典诵读日。教育系统经典教育日98年刚开始，大家知道98年刚开始，只是在家庭读，在小范围读，我们叫后面就进入民办学校读，现在发展到公办学校，是吧？我们今天来了很多公办学校的从民办学校到公办学校。我们湖南长沙，我最早的实验小学是八一路小学。今天我们八一路小学冯校长也来了冯校长来了，他们截止10年。益阳，我们8号要去益阳经典学校去参观去看一看。益阳那个学校已经做了10年了11年了，是吧？10年了，我八一路小学一起，是吧？所以现在公办学校都在做了，从幼儿园到大学，我们现在推广从幼儿园，我们好多这一次来了很多幼儿园长，是吧？包括我们贵州的赵园长，是吧？赵立斌园长，来了很多赵园长在后面，我们这个张亚勤园长，来了很多园长。你看从小学、幼儿园到大学，我们湖南大学的这一次来了，是吧？我们湖南幼儿师范这个高等学校的老师都来了，是吧？你看，从学生到老师，开始只是学生读，现在老师读。现在我们中南大学、湖南大学、湖南第一师范大学、湘大大学，现在从学生到老师都开始读，是吧？所以这是第3点向大家介绍。